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站立起来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呼求神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呼求神的力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重新得力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在宣告神，你真是我的力量。我们一起来拍手赞美我们的神。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我们再次从台宣告：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。永远，我们再次从头来宣告，好不好？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除了你在天上有谁？大声来宣告：除了你在地上，除了你在地上，我也没有所爱慕。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福分到永远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福分到永远，到永远。让我们再次来宣告：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，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，神真是我的力量。福分到永远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，我
远。让我们将我们一切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因为他真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一切的拯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